后来继续来到高雄的美浓，种真侪野莲，但是找无工。美浓区农会透过全国农会协助，引进着第一批农业的外籍移工。目前已经有9个泰国籍的劳工开始咧做事了。全国农会来表示，明年度嘛计划要搁来引入着3000人，来消透着各地农业欠工的压力。伫大日头下骹，搁爱浸伫水底区咧，挽一大把的水莲。28岁泰籍移工阿丽，正是上工无到1礼拜，已经学会晓安怎挽水莲。因为你第一天来不适应嘛，他做的工作是会不适应，所以说我现在他慢慢的在进步。他现在一个钟头可以拔30几斤了。野莲是美浓的特色产业，种的面积大约100公顷，生产的面积占高雄市近9成，一年四季拢会使挽。不过，要长时间浸伫水底做工课，需要体力，搁面对欠人的问题。透过全球农会引入头一批农业外籍兵团。移工全部都是泰国籍的，而且都是男性，大部分都将近于20到40岁左右。所以我们第一批是，我们也把这些移工全部都放在我们的野莲业者这边，每一个农场先试用1名。头一批外籍移工来台湾接受14天的隔离，分配到无共头家的农区，开始训练了后上工，嘛会使透过因的加入，改善农村人口老化和欠人的压力。